自2023年10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生命中的大光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到第7节。总是迄个捌受过痛苦的地，袂阁再有黑暗。以前西布伦的地甲拿弗他利的地受看轻，毋过将来即个地区沿地中海的路，到约旦河外，甚至到外族的加利利，拢会得到阳光。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，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。你互因的国家强盛，互因大欢喜。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，亲像在收割的欢喜，亲像在分战利品的快乐。因为你有拍碎因在背的担，讲断因经头顶的棍，压制压迫者的鞭，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。战士伫交战中穿的军鞋，过着废的军服，拢会做柴烧。因为有一个婴仔已经为着咱出世，有一个囝想赐予咱。伊要担当国政，伊的名要称作贤明的导师，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天父，和平的君王。伊的主权无穷，伊的和平无尽。伊要坐大笔的宝座，继承伊的王国。伊要用公平正义护国稳固建立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的热诚一定会成全即个事。今仔日这段的经文，教会常常伫圣诞节的礼拜中使用。特别是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到第7节，讲到迄位为咱出世的婴仔，就是在有标耶稣。上帝透过先知宣告，迄位婴仔要受称作奇妙的导师，全能的上帝，永远的父，和平的君王。实际上，伫历史上无任何一个人符合先知所宣告即个称呼，只有耶稣兼备这个身份。先知以赛亚除了预言耶稣的降生，上时也宣告，迄原先受藐视的所在，要得到阳光。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，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。生活伫黑暗中甲死荫的地的人是啥物款的人呢？对经文来看，因可能是因为战败受异族殖民统治的人，因着亲像奴隶共款，失去自由和未来。伫历史上，即种活踮黑暗中的人袂少。伫现今即个世代，也有安尼的人存在无？实际上，遐个受暴力虐待的人，互毒品捆绑的人，伫病痛中失去盼望的人，因着亲像生活踮黑暗死荫的地的人。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，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。这是主前700多年，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人讲的话。今仔日即句话是毋是也在对活踮黑暗中甲死荫的地的人在讲呢？是啊，上帝要对遐个受暴力、受虐待、受毒品捆绑、受病痛缠身的人讲，你是有盼望的，因为你要看见大光，要有光在照你。踮伫黑暗中的人，
要安怎样才会当看到大光呢？关键就是拄着迄一位婴仔，咱确信先知所有言的迄位婴仔，就是耶稣。伊已经降生，佮完成伊的救赎，呾要透过教会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。那安尼已经得到光照的咱，是毋是有透过宣扬耶稣的福音，互遐个妖活伫黑暗中的人，因为拄着耶稣看见大光，互光照耀咧？咱相信耶稣就是迄个大光。总是身为基督徒的咱，是毋是有传扬耶稣，互人出黑暗入光明的福音咧？咱所行的，是毋是甲所信的福音相平同？咱教会所做，是毋是有符合上帝公平正义，互人通对黑暗进入光明咧？伫即个世代，哪像也有真侪黑暗的所在，是咱无看到，也是注意到的。毋过，无看到的无代表黑暗已经无看见，甚至咱可能在身踮黑暗中间，家己阁毋知影。咱若相信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的宣告要成就，咱就要诚做即世代的光含盐，带领人认捌迄位婴仔耶稣，互人通对黑暗进入光明，互主的真光照着。默想，我捌有踮伫黑暗中互大光照着，也是伫死荫中间受拯救的经历无？迄是安怎的感受？我捌有踮伫黑暗中互大光照着，也是伫死荫中受拯救的经历无？迄是安怎的感受？咱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差派耶稣降生，带领我进入光明的国度。求你互我诚做宣扬福音的使者，带领人来认捌主耶稣，搁因为安尼进入光明的国度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